好，掌声鼓励一下啊！哇，我们现在过去我们男生女生在12、13岁的时候，男生要会打猎，女生呢要会织布。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技能，我们的长辈就会在他们的脸上纹面这个就是我们换台尔族一个最好的一个传承。成年丰收了，就代表我们2017年台北市联合丰收季有最好的一个象征的意义。是的，小米是我们过去原住民的主食，对，所以因为小米的颗粒比较小。